本影片絕非廣告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Purple Apple Land 旅遊系列。今集內容簡單記錄我哋響走走井奧特萊斯購物城，享受美食與購物嘅樂趣。去影片。走走井奧特萊斯購物城位於東京千葉縣，入口處就有置物櫃，提供行李寄放服務。我哋由東京市區酒店出發嚟到呢度，車程大約1個鐘。呢度距離成田機場只需大約15至20分鐘嘅車程。有三麗鷗專門店，隔籬就係服務中心。美食廣場就響服務中心對面。推介大家一試成田夢牧場，佢哋嘅牛奶雪糕，牛奶味好濃，好好味。我哋周圍行下，打卡先。呢度有超過220間店鋪，品牌涵蓋國際名牌，仲有日本本土品牌。品牌主要分為5大類：生活用品、流行服飾、手袋、運動用品、食品料理。有幾間餐廳，仲有寵物用品品牌。我哋響美食廣場食午餐，先搵座位，然後去點餐。睇下有咩嘢食先。日本漢堡連鎖店、韓國料理、31雪糕、大阪風味嘅鐵板料理、舍陵拉麵、烏冬、神座拉麵、名古屋親子當名店鳥開。
開餐啦！親子檔炸雞烏龍茶。親子檔係用雞肉搭配半熟蛋汁，口感順滑，味道濃郁。炸雞外皮酥脆，肉質豐富。醬油拉麵、餃子、白飯、烏龍茶。湯底係以醬油同白菜熬煮，清爽甘甜，仲有淡淡醬油香氣。拉麵軟硬適中，叉燒薄，帶點油脂，柔軟可口。餃子外皮都好脆。章魚小丸子，外脆內軟，新鮮即製熱辣辣。雞翼，外層好香脆，食落鹹鹹香香。黑毛和牛芝士漢堡，爽健美茶。北海道薯條，黑毛和牛芝士漢堡，牛肉肉汁好香濃，好有牛味。啲生菜好爽口，好新鮮，好好味。薯角都好味，夠熱。呢度仲有扭蛋鋪，超多扭蛋款式。呢邊有扭蛋公仔拍照背景板，唱錢機，回收扭蛋殼機。我哋早上10點幾嚟到，都響度3個幾鐘。整體嚟講，呢度係一個消閒好去處，店鋪種類多元化，仲有美食廣場，好啱一家大細嚟。多謝收看，鍾意呢條片嘅話就記住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，亦可以追蹤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